在高雄的龙发堂，2017年的时阵，因为气道菌株感染，去互市府强制清空。不过家属因为无法度照顾，所以佫甲病人送回去。想袂到所发生因用铁链甲收容者连起来，甚至是用棍甲拍的情形。目前检方以涉嫌犯私刑拘禁、普通伤害罪甲起诉。因卫生局嘛针对违法收容等等的问题，甲龙发堂开红单。地下室空棍场天床有一寡所在暗，包括生不当对待正义的龙发堂，2017年因为爆出暗暝发生车厘也有戏楼互相烧话这事件，第2年2月，互高雄市府强制来清空。部分家属因为无在调照顾，佮甲人送回来，无想到2023年佮再出现不当的对待，以铁链捆绑腰部，还有右脚的脚踝，把简姓收容人捆绑在龙发堂地下室的铁床上。以这个方式施行拘禁长达4个月。除了长期加禁甲绑收容人，涉案管理干部心受法师也用一个棍来拍收容人，造成伊正平的骹肚受伤。17号检方以涉嫌私刑加禁加普通伤害罪起诉。卫生局当时以违反精神卫生法、家长教法，对龙发堂裁罚33万块，并且进行强制安置。过年之前就有联络啦，这段期间有人那个身体家属的身体也不好，住院啦、开刀啦，还有一些是家里在办丧事，这样，那就要等家属他把家里的事情来处理完。涉案的心受法师已经离开龙发堂，境内底有4名的收容人，虽然是体谅家属困难的所在才收容，不过精神卫生法去年12月已经修正。规定，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必须收容到专家机构。卫生局一家也来稽查认定违法收容，会开出6万块的罚单，也继续跟家属来沟通，协调安置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